香港地方海洋公園，呢個係海洋公園嘅大門。咁當然，海洋公園採用嘅代表人物係海獅，而山上嘅海馬就係海洋公園標誌。而呢個就係纜車，我哋搭纜車上山之後，就可以去呢個海洋館。海洋公園有好多魚嘅喎，當然唔係一般嘅街市先可以見到呢啲魚噶啦，而係一啲瀕臨絕種嘅魚啊、海洋生物啊等等。所以呢個海洋館係非常之值得嚟參觀嘅。除此之外，仲可以嚟呢個海洋劇場睇海豚、海豹表演。有時海洋劇場仲會開放俾遊客同海豚、海豹接觸嘅。如果你係一個好中意刺激嘅人，就一定要嚟玩機動遊戲，可以玩下呢個飛越礦山車、海盜船、跳樓機。如果想同你嘅情人浪漫一番，嚟坐啲摩天輪啦。完。